美國總統啊，伊即擺咧講啊，伊即個已經將伊朗上大橋來炸斷去啊！即個炸斷即個橋，險而造成8人死亡，95個人受傷。不過，雖然是即款的軍事行動啊，伊朗這邊嘛講，因會未想要投降，會閣繼續拍落去。遠遠所在有出現民眾就驚出來又閣爆炸。畫面中，這座是伊朗德黑蘭的大橋。伊朗講這是中東上懸的橋，即馬被炸歹去。為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橋已經斷做2截，邊仔有車行到倒退路。美國總統川普寫甲真清楚，講這就是美國做的代志。川普強調講，說來會炸閣較濟，經過伊朗唔通等到賣赴啊，才想要談判。講這個國家已經存無偌濟啊。文章內底閣有附炸橋的影片，這座橋是連接德黑蘭甲西部的卡拉子，是伊朗境內主要的民用大橋。針對這點，伊朗的外長阿拉奇隨發文章回應講，攻擊民用建築包括還未完工的橋樑，未當予伊朗人投降。真正受損的是美國地位。美國的以色列嘛，繼續對伊朗的全境發起幾啊波的攻擊。在這進前，美國甲以色列空襲伊朗2大鋼鐵廠的廠房，其中法新社3月28報道，講3月27社群媒體上流傳穆巴拉克鋼鐵廠被空襲的畫面。在此同時，伊朗的軍方是公布新任總司令開視訊會議指揮作戰的畫面甲發言，拍算要穩定人心。می‌رسیدم و می‌شد دست تک تکشون رو دست تک تک کسانی که پرچم ایران رو بلند کردن می‌بوسیدم。伊朗的軍方嗆講，伊原有真濟飛彈甲無人機的戰力，會繼續反擊落去。مبنی بر اینکه موشک‌ها، پهپادها و تجهیزات راهبردی ما را نشمارید، چون قطعاً به خطا می‌روید و به جایی نخواهید رسید。在以色列中央區佩達提克瓦駐地區附近，在車日和伊朗一粒飛彈拍到一座廠房，厝頂攏害了。你好，我是宋燕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